好，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7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台北市立委补选，国民党的参选人王宏维，伫初6的时伊有接到恐吓电话，警方接到报案了后，随分析通联记录，随锁定一个住伫高雄细川的嫌犯，昨暗专工去掠人，嘛随掠着。伊是坦白犯案，嘛讲是因为不满王宏维伫偷批评民进党甲乌道有关系，才会敲这通电话。啊，那嫌犯即马已经向以上发办。阿妹，我们信义分局哈，那知道我们来是什么事情哈？我知道哈，他可以配合。可以。涉嫌甲台北市议员王宏维恐吓的可疑人士，就是这个戴白色帽仔65岁姓蔡的嫌犯。警方分析伊的通联记录了后，初7暗时落南去高雄三民区掠人。不是一个开枪啊，我不骗你啊。我骗你啊。你是知道会到的话，我没有会开枪哦。这个姓蔡的嫌犯本身有恐吓的前科，被掌到了后，初步有承认是因为不满议员的发言，所以敲电话甲伊威胁。因为王宏维一直攻击绿营黑社会问题，所以伫嫌犯去互逮捕进前，还佫结合绿营的人士怀疑讲，一切拢是自导自演的。我们不能够纵容这样的一个威胁恐吓的行为，那么所以也拜托警方能够尽速的能够找到是什么人做的，然后幕后有没有人主使，办公室就帮我申请了水户。那对手民进党吴怡农初7去文昌宫拜拜，伊讲谴责任何暴力的行为，拜托警方爱全力侦查。另外，针对一直去黑社会议题攻击的代志，吴怡农希望讲炒话题的方式应该告一段落啊。议题的炒作，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其实我们看到民进党团在立法院有提出一个非常具体的选罢法修正案，那我也希望国民党的朋友们。也一起来跟进，一起来让我们的政治制度更符合大家的要求。在补选的期间，任何的争议拢会放大来检视。台北市警察局即届成立专案来追查，除了加强保护王宏维的人身安全，嘛伫24点钟内掠到这个嫌犯，而且查扣伊的手机一支，先后会以恐吓的罪嫌移送检方侦办。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积电已经伫美国的亚利桑那州举办安基台典礼，美国总统拜登嘛有到位。拜登是表示，美国的制造业转来了，嘛强调甲台积电引进美国，等于是甲供应链刷到美国，会当改变现处时产业目前的规则，而且嘛会当创造上万的工作机会。台积电嘛宣布，未来会设第2个厂房，投资金额会增加到美金400亿，这嘛正做美国有史以来规模上大的外国投资案。American manufacturing is back. 这回大家拢互伊留一个呼声。美国总统拜登台湾时间初7透早参加台积电新厂的移机典礼，伫董事长刘德音的陪同之下，参观新起的厂房，佮发表演讲。伊学到台积电为美国制造业贡献真侪就业机会。TSMC is investing $40 billion here in Arizona, the largest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is state. Over 10,000 construction jobs. And 10,000 high-tech jobs will be created.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one in this company for making this happen. 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地点就选伫亚利桑那州，投资金额为原本的110亿美金，宣布增加到400亿美金。除了第一阶段的5奈米制程会推进到4奈米制程，也承诺第2期工程要伫当地打造3奈米制程的成衣厂，按算2016年投入生产，会加做美国史上规模上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案之一。This state-of-the-art facility behind us is a testimony that TSMC is also taking a giant step forward to help build a vibrant semiconductor eco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already over 155 suppliers in the supply chain to TSMC interested also to locate in Arizona. So we are building an entire ecosystem and create good-paying, high-quality jobs. 这场活动大人物拢来啊，也透露出美国希望降低挖靠亚洲制作晶片，可能改变未来全球布局。台积电有个2期工程完工了后，总共年产超过60万片晶圆，终端产品市场价值有个超过400亿美金。记者综合报道。
全世界半导体制造业的头台积电，即马伫美国设厂。那当地红枫社市长盖雷戈冇接受媒体访问，伊是表示台积电是世界排第一的，真欢喜会当去遐做厝边。$40 billion means so much to Phoenix. 21,000 high-wage construction jobs, and then 4,500 excellent jobs that pay better than Phoenix Mayor. So these jobs are a dream come true for our residents. TSMC's investment is inspiring our young people who want to go into technology careers. TSMC is often called the world's #1 semiconductor company, and we're just so glad to call them neighbors. 那台积电伫美国设厂，昨昏举办安基台典礼，真侪科技业的大头人嘛，拢有到位。亲像苹果的执行长库克嘛讲，苹果会扩大和台积电合作。也那台积电的对手 Intel 的执行长基辛格，这2天是专工来台湾访问，嘛甲ASUS 甲 Acer 这些公司见面，袂输咧股条啊卡。台积电美国移机典礼，重要科技界人士拢来到位。苹果执行长库克证实，苹果会扩大甲台积电的合作，未来会有美製晶片，供应真做上大客户。As many of you know, we work with TSMC to manufacture the chips that help power our product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expanding this work in the years to come as TSMC forms new and deeper roots in America. 另外，超微执行长苏志峰、回答执行长黄玲芬甲美国执行长梅罗塔也拢到现场来献上祝福。黄玲芬学到台积电毋但是精益大工厂，也体现3大奇迹。苏志峰是表示，超微的采买台积电伫美国晶片，来降低对亚洲大工制造依赖。Last few years have shown us everyone needs semiconductors. The demand for more powerful chips to enable all of our digital services and products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all of our daily lives. And today, TSMC i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ner for all of us who are chip design companies, or what we would call fabless design companies. The future of the chip industry is our future, and TSMC is the bedrock. 另外，台积电竞争对手英特尔执行长基辛格是来台湾访问2天，不如甲台积电竞赛意味。基辛格伫推特表示，欢迎台积电支持美国制造，伊坚信全球化之下，多样性加互有论性的布局，为半导体制造营运将会带来价值。亚利桑那州是一个好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是继续受东北风的影响。伫基隆北海岸有局部大雨，也是大水雨。那伫宜兰嘛有局部大雨。气象局有针对基隆、新北发布大水雨特报，针对宜兰是发布大雨特报。咱同齐来看温度。气象局表示，今仔日的温度会小可回升。今日透早平地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是14度之，日是北台湾高温大约是22度至23度。那其他的所在，今仔日的高温有26度至29度。落雨方面，也是正方面的北部、宜兰、花莲、加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落雨，雨会较粗，落雨时间嘛较长，规工拢是乌阴雨来，而且有可能会上大雨。那中南部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另外，要提醒乡亲的是，后礼拜3可能有入冬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会入南，强度是接近大陆冷气团。伫北台湾平地低温可能会剩12度尔，后续会外寒，爱个观察。来关心南部有2场饲鸭场，过去2礼拜小连续验出 H5N1 亚型高病原的禽流感。农委会昨昏开记者会，表示这届禽流感围着的病毒，并过去也搁较高团，到明年3月份，拢是疫情较严、较紧张的时期。农委会初7召开记者会，宣布高雄路地区一间肉鸭场，搁有台南关店一间肉鸭场甲鸭脚检出 H5N1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伫2礼拜内底就增加2个禽场确诊。看起来它是没有相关，距离都超过35公里以上，它是属于独立的，跟候鸟绝对有关。好，比如候鸟可能跟这个湿地附近它是饲料，或者进到我们的笼舍里面。在接下来的时间点，一直到2月、3月。都是我们非常紧绷、非常严峻的一个时间点。
今年高打禽场确诊有3场，杜照检出有3件。农委会表示，过去禽流感伫正月时，疫情就有拓开的可能。不过现主时就观察到，甲过去的状况无相像，即摆病毒传染性较强。农委会也宣布加强版的秋冬防疫专案来应用。全国的防疫所。 还有防疫机关的话，采取必要的一个措施；养殖场的话呢，是加强消毒、加强采样。如果有异常的状况，就加强把它清除掉。农委会提醒，在咧疫情紧张的期间，因为病毒可能透过杜照的排泄物来传染，所以要避免禽类放养，也要随时注意禽场的设备，然后破弃就要随做修复，避免外来动物喂病的风险。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 世界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民进党中常会通过正副议长的选举反乌金的条款，议会党团当值的议员袂使支持去剥夺乌刀、乌金枪，也是毒品，互判刑确定的人选。民进党的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即马嘛呼吁国民党爱对咧响应。来关心联合报，台北的华山2017年的时捌，伫2018年即。 卡岛有捌发生分尸的命案，了后台北市政府就甲华山大草埔函予司法院，司法院即马拍算伫遮去司法园区昨昏举办动工典礼。未来台北高等法院、台北地方法院拢会耍来一个所在。来关心中国时报，财政部昨昏公布11月份海关进出口贸易初步统计。 11月份出口额是361.3亿美金，创下19个月以来上佳，年减13.1%，连续第3个月负成长，这嘛是2016年2月份以来上大减幅。来关心台积电去美国设厂了后，美国政府嘛遂宣布有通知各国讲要卖武器予咱台湾，总价大约是美金4.28亿。 这嘛是拜登政府任内第7届宣布要卖武器予咱台湾。国防部是表示，这对咱空军的装备将有帮助。中共的军机军舰伫台海定定伫扰乱，国防部切实发布。 侦查到17架次的中共军机，其中有4架次超越海峡中线进入西南空域，也有中共军舰4架次来扰乱台海。国军派出战机升空、军舰甲华地飞弹系统严密来监控。对着共军的扰乱，美方宣布已经通知国会，要配合台湾 F-16架经国号战机以及 C-130运输机使用的零部件，总价大约是4亿2800万的美金。美方同意供售的航材的零部件品项。 有助于维持我们空军战机装备妥善跟消耗的补充，满足我们防卫作战与战备训练的需求。这是拜登政府任内第7摆宣布对台军售。最近由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主办的首届毗邻台湾会议，焦点在两岸局势变化。咱方派出外交部处长蔡明干来参加。德国外交部亚太司副署长图迈尔强调，台海是国际主席，会明确来反击中国主张。 以目前德国的外交取向来讲，他会比较注重怎么样联合其他民主的国家，对世界上或者在印太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然后多予关照或者是重视。那我们可以看到，德国在它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里面，也把台海的安全列进去。那在这种考量之下，当然会加强跟台湾的互动。 德国国会先后派2团出访台湾，加上德国外交部亚太司署长斯佩兰也来访问台湾，显示台德关系有加强。学者分析，受到俄罗斯甲乌克兰战争影响，德国要降低对俄国的依赖，也反映伫对中政策。台湾有国际供应链的优势，加民主的价值，对台德建立更加紧密关系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 国防部提升后备战力，今年试办14天新型的军事教育调集训练，讲效果袂歹。所以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每年会扩大举办，会增加到22000人。另外，外界嘛咧关心做兵的时间延长的政策，当时要实施。国防部长是表示，伫年底之前就会对外公布。台海情势严峻，国防部今年试办14天新型教调。 拢总有15031个后备军人参与，透过大幅度提悬战斗教练课程的时间，照部队的任务、城镇作战等等的主题，提升后备战力。若像有超出成果，
国防部专案报告测试指出，新型教条提悬后备军人各种武器检测的合格比率，比去年成长5.9%至13.7%。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明年会扩大办理新型的教条，扩增到22000人。经过验证以后，我们有一些要带教招单位的干部的数量以及带的兵员我们也在同步进嘛，同步增加嘛，所以它的容量可以变大。这7000人是这样来的。那另外那个5到7天人一样在做。针对新型教条占的比例，明年会提悬到18.6%。邱国正证实，会当年提悬比例，不过未完全取代旧制度。另外，兵役延长的议题嘛是火烧目眉毛，今年一定要对外来公告，才会当伫后年正式实施。针对这点，邱国正讲，还阁伫咧规划，不过强调讲年底会公告。若有风声讲，邱国正伫咧兵役延长通过了后会请示，这嘛引起立委的关注。我个人绝对没有发表言论我要做不做，这东西就在职的一天就把分内工作做好了，人员设施、个人的器材以及场地，还有他这个有关于这个待遇方面，就同步在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俄罗斯拍乌克兰已经战超过9个月，战场拢伫乌克兰的国土。也毋过伫这2天，俄罗斯的国内空军基地有受到无人机的攻击。虽讲乌克兰是无承认，也毋过美国有强调讲，因无希望乌克兰走过界去攻击俄罗斯。另外，伫联合国的安理会顶头，俄罗斯和乌克兰双方拢指控对方无诚意、无想要讲和。为车上批评顶，咱看到空军基地地面有受到攻击的痕迹。俄罗斯的恩格斯甲加吉列沃空军基地车5号无人机攻击，车6库斯克机场的队友设施嘛，互攻击发生火灾，最后造成至少3名俄军死亡，4人受伤，各有2架军机毁损。俄罗斯讲这是乌克兰做的，总统普京佮召开紧急会议来应对。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资源只有资源防卫能力，并无想要升级双方的冲突。伫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普莱斯嘛强调，无鼓励乌克兰越界去做攻击。We are not enabl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We are not encouraging Ukraine to strike beyond its borders. Everything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the world is doing to support Ukraine is in support of Ukraine's independence, its sovereignty,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因为俄乌战争超过9个月，最近核弹的问题又搁提起。俄罗斯甲乌克兰煞伫联合国安理会讨论乌克兰人道主义议题时阵，搁开始互相批评。俄罗斯讲是美国甲乌克兰要继续战争无核弹的诚意，乌克兰就口说讲是做贼的花俩贼。It is our territory that has been invaded. It is our people that are being killed. It's our homes that are being destroyed and robbed by the Russian army. Please keep this in mind every time Moscow attempts to wear sheep's clothing and to persuade us that it is not the aggressor, but the victim who resists peace efforts. 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捌伫测试宣布，设定达到1000公里的攻击型无人机已经进入最后的研发阶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表态，要阻止乌克兰家己提升国防能力，让因家己有稳定攻击武器。公司新闻台董朋友。镜头来德国，德国的警方昨昏抓到25个救助派陷阱军方的人士，阻挡因大规模的政变。因自本是打算要冲入去议会大楼，甲德国的国会大楼抢夺政权。想要发动政变煞无成功的极右派团体德国公民主嫌71岁海恩瑞斯13岁 PR， 伫法兰克福互警方逮捕了后，伊伫德国东部的城堡，前一暗去互警方监控。海恩瑞斯13岁，是捌统治过德国东部大部分地区的一个王朝的后裔之一。伊方认为是涉嫌以暴力政变推翻民主秩序，而且成做新的领导人。Die heute aufgedeckten mutmaßlichen terroristische Vereinigung ist nach dem Stand der Ermittlungen von gemeinsamen Umsturzfantasien und Verschwörungsideologien gegründet. Erst die weiteren Ermittlungen werden ein klares Bild ergeben, wie weit die Umsturzpläne tatsächlich gediehen waren. Militante Reichsbürger verbindet der Hass auf die Demokratie, auf unseren Staat und auf Menschen, die für unser Gemeinwesen eintreten. 检方表示，这场有计划性犯案的人士是受到德国公民甲抗命者 Q 阴谋论的影响，
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发生暴动的时阵，这个人嘛有去过现场。德国公民的成员无承认现处时的德国是一个合法的国家，其中有部分的人想要返去君主制德意志帝国，有的是纳粹思想，也有人认为德国要伫咧军事的占领之下，因甚至模仿政府组织架构，创设政务委员会。而且有相关的运作，亲像外交、甲卫生福利等等。Einzelne Mitglieder der terroristischen Vereinigung haben sich nach unserer Erkenntnis auch mit Überlegungen getragen, gewaltsam in den Deutschen Bundestag einzudringen. 海伦瑞斯13岁，还佫利用王子的身份，甲罗西亚联络。因的组织甲罗西亚看作是建立新特殊核心的联络者，不过并无证据显示罗西亚这边有积极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阿根廷的副总统是因为涉嫌非法发包工程被起诉，法院即马是判伊贪污罪名成立，判伊6年的有期徒刑，而且未来伊嘛袂使阁参选。也毋过伊报承认这个罪名，嘛强调伊是受害者。阿根廷联邦法院3名法官初六宣布，69岁副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南德兹在2007年到2015年做总统的8年期间，涉嫌非法发包公用工程、贪污的罪名成立，判处6年的监禁，并且夺去公权终身。消息揭出，克里斯蒂娜经由官方的 YouTube 频道公开了否认，反控法院宣判是为了阻止伊搁再来竞选总统。Me condenan porque condenan un modelo de desarrollo económico y de reconocimiento de los derechos del pueblo. 根据起诉书所写的，克里斯蒂娜做总统时阵，甲公用工程发包予熟悉人，并且收取这个回扣。这涉嫌的建商甲7名关系人也被判处6年不定的徒刑。检方指出，克里斯蒂娜独立包厢的金额大约合大票310亿。涉嫌贪污的规模应讲是阿根廷史上上多，而且真侪工程案到即阵拢也未完工。尽管安尼，克里斯蒂娜仍然拥有广大民意的基础。8月检方宣布求刑12年时，支持者连续几若天行上街路来抗议，克里斯蒂娜更加差点遭到枪击。宣布迄天，群众也集合在法院外口，大话司法企图制造政变，警方是大规模来戒备。Es un paso más del golpismo institucional que hoy está soportando la Argentina. 新兼现任副总统甲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和克里斯蒂娜享有司法的豁免权。消息指出，伊会提出上诉到最高法院，整个过程有计要至少6年时间。政治分析家有测，克里斯蒂娜应该是被立即来服刑。另外，判决的结果是不是为伊的政治前途造成变数，也有待观察。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那美国其中的选举参议院最后一个席次，即马伫第2轮决选了后，确定由民主党摕到。民主党这个联邦参议员华诺克连任成功。目前民主党伫参议院有51席占多数，所以民主党会当继续保持参议院的优势。交伫亚洲的参议员决选确定啊！民主党籍的华诺克以51%的得票率，险险啊赢共和党籍华克的48%，连任成功，支持者嘛欢喜甲。Are you ready, Georgia? I'm ready. Stand up for workers. Stand up for women. To stand up for our children. I'm ready to build a stronger Georgia. God bless you. 华克讲，伊的胜利代表选民的声音，无法度搁互选举规则阻挡，也是压制。嘛，重新对降低错方药价、女权和司法改革的承诺。拜登总统是敲电话恭喜，讲这是反对 NAGA Trump 极端主义政策的胜利。即马参议院的民主党对共和党的优势是拖甲51席对49席，免像顶一届55%的时阵，爱和共和党的权力分享，也是受中间派的议员牵制，嘛较无需要靠副总统兼议长贺锦丽的一票，才会当赢，会当较紧通过政策，也是讲拜登提名的自由派大法官和政府官员。虽然讲共和党摕到众议院多数，嘛敢若赢淡薄仔尔。拜登总统剩的任期，袂敢若互共和党凊彩调查变作败卡。交伫亚洲本地长期拢支持共和党，最近几当时出现红拍破的现象。2020拜登变做30当来，第一个伫咧交伫亚洲赢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即摆参议院的2席嘛是民主党赢。公司新闻市会长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
受白纸运动的影响，中国有公布上新的防疫措施。那英国的《金融时报》是警告讲，中国强放量管制。那真个寒天疫情恐惊会升悬，恐惊有100万人死亡。那中国有专家是指香港的雷公可能唔那会更加严重，中国放量防疫可能会有200万人胃病死亡。那总感染病例可能会超过2亿3300万例。来关心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礼拜起刷澳大阿拉伯访问，要参加11月初9举办的头一届中国阿拉伯两边的国家峰会。北京即马有警告讲，刷澳大阿拉伯也是美国重要的盟友，中国挖起巴结，对国际秩序是不好的代志。来关心美国的《时代》杂志《Time》杂志宣布，加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也有乌克兰精神，选做是今年2022年年度的人物，表扬因咧面对俄罗斯入侵的时勇敢对抗的意志，嘛讲这个精神是有记伫以来上界明确的精神。来关心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创办人张忠谋是表示，这是美梦成真，也毋过外界是咧质疑讲美国的目的是要甲咱台湾的台积电学去。美台商会是认为讲，美国爱台积电去美国，嘛爱互咱台湾人放心。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是强调讲，台积电绝对袂变做美积电。Dr. Morris Chen, you have a dream. I'm the guy to make the dream come true. I need to work very hard. 笑讲是美梦成真，这个台积电成功去亚利桑那州设厂，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受到永年伫奥勒冈设厂，煞成做伊的噩梦。今嘛，这个梦想经过25年了后，由董事长刘德英来完成。Not only that, we did learn from our experience earlier, and we are far more prepared now. It's a very good sign. 不过，台积电台美合作嘛引起质疑的声音，烦恼何国生产消息，或者是亚抗台湾半导体。台积电总裁魏德嘉顶一日头一届回应，讲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台积电无可能去互拍倒。台美商会会长韩如标嘛认为讲，互台湾人民放心，确保台美经贸发展同款顺利，是美国政府重点的工作。So any concern that might hollow out is a legitimate concern for the people of Taiwan. It is incumbent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both to welcome U.S. investment, Taiwan investment in the U.S., such as the TSMC plant. 没有所谓的这个台积电去台化的问题，台湾的厂也会是全世界最赚钱的厂，所以请大家放心。国发会主委蒋明鑫表示，去台化是错误的想法，因为互相合作会当打造全世界上介好的供应链。专家嘛分析，台湾的优势要是存在，关键就是信任。因为技术各国都慢慢会赶上，但是这种就是科技安全的信任，我想是最为关键的。同款有参加典礼的驻美代表萧美琴，嘛伫人并册铺文表示，有人讲台积电会变做美积电，这个形容无下逻辑，因为台积电持续投资台湾，定紧伫台湾早就是事实啦。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去美国设厂，台积电嘛包专机，甲上千个员工和因的家属送去美国的凤凰城。昨昏的安基大典礼，有工程师就表示，确实有真侪人争取想要去美国。人力专家即马是分析讲，咱台湾的工程师优秀，阁有经验，重点是真耐操，而且嘛比美国的员工较少会叮当。台积电自美国亚利桑那设厂以来，公司就小以专机来载送上千名工程师甲家属到当地。伫仪器大典上，头一批赴美的台积员工也真受到关注。因讲来美国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是袂少内部员工拢想要争取的。增强的一定是有的，当然我们就会还是会有一些内部条件要做一些筛选。我们有我们的外派的津贴，那当然也会有房车的一些 localized 的补贴。辛苦的地方应该就是会跟一些外国人沟通啊合作，那语言上可能是一开始的隔阂，可是这也是我们来这边想要学习的部分。外团台积电美国厂台积甲美籍员工薪水福利无同，不过无得到正式。员工讲，公司除了外派津贴，得到生活支出也拢有补助。不过当地位处凤凰城北区，属亚洲的较少的所在，尤其家属会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另外，台积电管理的阶层也面临文化无同的挑战。
要比较 open mind。像可能在以往 TSMC 的习惯，会是先请你做什么事情，之后再跟你解释为什么要做。对，那跟外国员工的话，我可能要先解释完为什么，要告诉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之后，他们才会继续，就是才会开始进行。服从遵守的以及团队合作方面，其实也都是台籍工程师的一个这个优势。也就是说，像长官交办的一个事情，是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会比较付诸全力去这个执行。电力专家分析，台籍工程师经验丰富，配合度够悬，是甲当地人才来比较一大优势。对着台积电到美国引发人才外流的疑虑，有学者建议，政府会使建立回流的机制，吸引外派人才。经过一段时间了后，关于搁等台湾协助半导体产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选战，这是家己市长的选举，剩无2礼拜。民进党的行动中常会昨昏刷起家己举办，全党拢替候选人李俊义辅选，希望家己市会当平盘。那现任的家己市长，国民党的候选人黄敏惠嘛开始请假投入选战。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呼吁国民党全党爱团结。夜间竞牌，民进党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家己市长候选人李俊义一排一排发动选。伫9合1大选输真侪，民进党初一下晡，甲行动中常会是刷去家己。陈其迈要求党员全力辅选李俊义，在基层一步一脚印的经营，更谦虚的倾听民意，让改变从嘉义开始。希望改变会当对家己市长选赢开始。陈其迈下晡是陪李俊义车队扫街来求选情。李俊义嘛，搁一摆话为国民党候选人含伊辩论。如果平常做得好的话，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害怕检验，因为政见我们都在空中交锋。那我说的，他说我说的不对，那事实上我也认为他说的不对。面对民进党的话话，正式请假走选战的第一天，黄敏惠规工的行程拢真满。透早先去北行市场拜票。中昼发表政见手册的时阵是亲身报告，讲落网这政策强调不是拿力之争。这不是蓝绿之争，市民其实嘉义市民很重要，选举爱看平息，我觉得这是只要认真努力都会被肯定的。黄敏惠是真细致的回应，看民进党是用全党的力量在辅选，国民党唔敢大意，党主席朱立伦嘛伫中常会要求全党团结，三场拢爱选赢。民进党全党打一人，来集中所有的火力要来对付黄敏惠。我们当然对黄敏惠市长有信心，我们也相信嘉义市民。那日拢在抢，但是嘛有其他的状况。民进党前家己市党部的主委陈英华，早起去使用小学附近的桥是挂抗议布条，指讲黄敏惠是阻碍东西区的发展13栋，要求伊落台。离选举是剩无2礼拜，哪日拢有袂当输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卫福部的桃园病院标出资讯系统互骇客入侵，资料嘛互偷摕去，甚至病人的个人资料拢泄露。卫福部长施水元是表示，这是几2年前的旧案啊，无影响病人的安全。目前调查局已经介入调查。那桃园病院这边嘛发出声明，讲针对这个事件拖延通报的问题，已经处罚相关人员。疫情3级警戒期间，卫福部入桃园病院负责防疫的重担，对抗病毒是真尽心。电脑资安的防护出问题，有民众报徛名向媒体公开讲，部入桃园病院电脑的主机去互骇客入侵，医护人员甲患者的个资侪拢流出去。病院相关单位的反应伤过慢，拖1个月才开始做调查。有化疗的患者因为电脑的程式去互改掉，原本调大档咧低的速度，资料去互改掉，若向低调伤紧，恐惊会有生命的危险。这个是1-2年前的事情了啦，那是一个旧的案子。那当然，这个有各自外泄的内容，但是并没有说那个程式遭篡改而发生的变安事件，这个是没有。正是部入桃园病院有资料放流出去，不过卫福部长施水元表示，系统已经有修正，嘛当伫找机会更新。病院嘛承认讲，这件代志伫去年9月份发生，因为延迟通报，相关的人员已经有处分。而且讲，虽然是影响12台主机，不过敢若有1台资料去互偷摕去，因为是对外联网络的主机，所以无患者资料会流出去的记录。目前嘛有报案处理，也那调查单位目前是还无回应有具体的事情。卫福部已经把这个事件跟调查局取得联系，至于进一步是不是有刑事责任，
要不要报请检察官指挥列为刑案侦办？那还要等待进一步的了解。这个治安的事件是安怎发生的？无签名亚康者把问题寄向暴力通讯病院资讯系统的外包商，因为因的研发团队是伫中国，加上伊复会请治安公司调查了后，研破骇客是为中国来的网络间谍。不过今年为代替警政系统到总统府等等的公部门，伊在爆出有治安的问题，要安怎强化各方面的防护，再个预防骇客入侵，才做政府部门都要好好面对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电影放上头，咱镜头来新竹。新竹市的光复高中有一个地理老师，叫做洪敏成，甲家己上课的内容整理出一本谱啊，甲各中高中的地理课本内底内容用亲手画出来了后，佮标示考试的重点，来帮助学生囡仔理解。掀开一页搁一页的笔记，整齐立体加上地理知识，不论是环境生活特色，也是文化发展，精彩内容看现现。学生拢讲，安尼会当对地理有更较深的了解。这段考之前，他都会要求我们要做笔记，然后交给他，然后他就会针对我们哪一些做的比较不好，或是哪里可以再改进，然后给我们适当的修饰之类的。那在他的心智图里面学到一些画地图的技巧之类的。新竹市光复高中的地理老师洪敏成，甲各中高中的地理课本内容整理成做这本笔记。内底每一个重点拢配搭伊亲手所画的图，一看就会使看出内容所讲的地点。即马笔记内容已经变做上课的教学材料，有真侪学生想要收藏。内容基本上就是用那个手绘，然后用心智图的结构来去做撰写，让一般的学生读者看到的时候，就可以对照目录就去找到他们所需要的教材这样。洪老师可以带学生去户外实际了解上课的内容，让学生会使更加轻松地了解地理环境。学生拢讲对学习真有帮助。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大埔的和平社区用废弃的大水茶做外林，带动社区的产业发展，嘛互偏乡行出艺文特色。伊嘛摕到民间的文教基金会的补助，6年来已经帮助全国超过4000个弱势的人去学技术，发挥因的专长。优美的violin声演奏出对家乡的感情，看起来真贵重的琴，原来是用做大水的时由山顶冲落来的大水茶所做的。那一把小提琴就是也是漂流木做的，然后你听它的音色，就是其实也蛮不错的。我觉得小提琴漂流木也是可以，就是值得被认可的。嘉义大埔社区推广大水茶 violin 计划，互老大人学做琴，少年人学下琴，加做社区特殊的风景。台湾公益联盟表示，计划的执行唔但互社区居民有好的互动，嘛带动社区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呢，让我们的儿少可以学琴；一方面，让我们社区的长辈可以学做制琴。那这样的，我觉得经营共学的一个效果，我觉得是整个社区的凝聚力是非常的能够紧扣。那同时，它也跟着我们社区产业慢慢的发展起来。除了山区的大水茶 violin 以外，另外一个社福团体成功智能发展中心嘛投入打造全台湾第一个身心障碍行动咖啡车。中心副主任表示，只要用到方法，身心障碍的囡仔嘛会当学会晓煮咖啡。你要示范，然后图示，然后他们操作，然后就是做一个流程之后，让他们每天做，每天冲。我们到第5个月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只要把那些东西都撤掉，口语提示就可以了。原台文教基金会推动公益圆梦计划，今年已经进入第6档，培训全国超过4000个弱势人士学习技术，搁再帮助因发挥专长，回馈予社会。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台北市教育局举办教育关怀奖的颁奖典礼，对国校啊到高中有40个学生囡仔得奖。这个囡仔面对困难也是真坚强、真打拼，使人钦佩。有时皮肤的颜色甚至是别人拿来揶揄的梗。他们说的话让我觉得很不舒服，让我感觉难道原住民真的很不好吗？保护者的无友善的语言拍倒，黄朱瑞涵用舞蹈加体育表现证明家己。另外一个学生刘子文经历爸母离婚、妈妈丢感的打击，坚强度过困境。
现主席伫书长的陪伴之下，讲出伊的自信。现在的我懂得如何用欣喜的眼光去看待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幸福。我也变得越来越独立，越来越开朗，也变得更有自信。未来的我一样会继续努力，把自己练得更好。无互难关拍败，游玩正向面对人生。总共40个学生得到台北市教育关怀奖，每一个学生拢有无同的状况。初次颁奖典礼顶悬，嘛看会到对台湾需求的注重。台北市教育局局长詹灿金表示，这届颁奖典礼有3个强项。我们期待我们的教育是要往共融，这个融入的融，共融呢，另外一个融就是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第3个共融就是要分享那个荣耀。教育局特别出专册，小解台北市伫学习支持、心理关怀、特教共用的努力，望接调更较侪学生。记者林书谢桂林台北报道。有主善团体伫台北南港的干那挂工场举办渐冻症的特展，有新媒体艺术家甲朋友的创作，希望大家关心生命权的议题。台北相片呈现 SMA 渐冻症患者可能互药品、眠床等等禁果，涂骹的炸弹嘛暗示因的生命就亲像微波弹。台湾生命之汤协会最近举办 SMA 渐冻症特展，透过各位艺术家的多媒体装置艺术，甲朋友的画作，外界更较了解朋友的处境。其实他们要写个字都非常的难，但是他们一直在展现自己的能量，一直在告诉大家，我很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他们背后都有着很不容易的故事。第一个本身嘛是朋友，当年走总替 SMA 朋友争取全民药物健保给付，因为目前敢若1岁进前发病，6岁以下的朋友有健保给付，全台湾有9成的朋友无符合资格，但是真侪国家早就已经全民补助。伊讲透过展览，除了展现因的心声，嘛展现因的生命权。SMA 太少人了，所以我们的声音不够大声，政府听不见。那我们这一次就是想邀请大众跟我们一起发声，为 SMA 的生命权创造一个发声的舞台。第一个表示，目前台湾有超过400个朋友拢拍拼过日子。这届展览有艺术家用录影、声音等等的媒介，带大众认捌 SMA， 嘛用因的故事呈现生命的尊严。记者电文丹保罗台北采访报道。台语门槛榜来看，有一群少年人创立语理同行，本身对学科专业出发，用台语分享科学知识。另外，还有一个医生是伫面册顶头说母语的医学，这个卖奖业，要教大家安怎用台语和客语来理解医学知识，要让大家知影台湾话台语唔那是干那生活语言，嘛是会当讲万项台。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秀杰。今日要介绍5G Orange 架构，这支影片免15分钟，我若讲袂清，倒伫涂骹你种。趣味的开场要向大家小解千分的科学概念。蔡小杰是屏东囡仔，当咧读阳明交通大学1年啊，参无共县市、无共学校的朋友，组成语理同行团队，互大家看到台语毋是录讲的语言。我有捌讲台语去互老师当作较戆来对待人，我嘛有捌伫个早顿店咧点物件的时阵咧点完可能当作我毋捌字，佮专工甲菜名豆豆念我才讲。这叫玉米蛋饼。语理同行嘛，访谈国际上和语言文化相关的组织，参考因的经验。即阵因推出台语线顶绘本，之前嘛捌办过共学活动，继续用无共款的方法推广台语。医生，这是啥物？恁会红吼，会上吼，这照我看吼，这大名是这辣牙在炫耀啦，毋是真正的辣牙哦。用全台语看诊拢袂起，连专有名词嘛会当用传统台语本地特有的比喻来解说。医生朱子宏大学时期就捌和同学合编医用台语教学的册，即马搁伫并且创立母语的医学培养专业，要甲大家讲母语嘛会当讨论专业。
恁个无字，我即摆写互你看。哦，你讲袂用诶讨论着即摆诶现代化诶名词，着少来搭合嘿。朱子宏表示，其实过去有袂少用台语、客语写诶医学文献会当参考，上重要诶是爱加用母语讨论专业，才会当互母语现代化。记者林书夏桂林综合报道。体坛大车饼来看2022羽毛球年尾总决赛昨昏开始拍，咱球后戴资颖伫小组赛头一战对中国的选手何冰娇煞输去，刷落来每一场比赛伊拢爱赢，才有机会会当晋级。也那台湾的一哥周天成嘛是输予新加坡的选手。2022 BWF 羽毛球的年尾赛，咱国出局的选手戴资颖，黄昏伫女子单打 B 组小组赛头一战对中国的选手何冰娇，戴资颖头一局要领先，不过去对手约到18分平手了后，这球无通反击，了后何冰娇摕到局点机会，两个人来回几啊球了后，戴资颖两届想要伫网仔头前放小球，不过力头准则了无好势，落尾手挂网，以19-21头一局输去。BWF 羽毛球的年尾赛，敢若有9季分数积分前8名的选手才会当参加。今年原底要伫中国广州举办，不过因为当地防疫政策，临时改伫泰国办国举行。第二局戴资颖捌输人9分，不过伊并无放弃，一路约到18分平手，尾也连续2球出界，互何冰娇以21分比19分赢去。戴资颖去对手连赢2场，接落来伊阁爱甲当地泰国的选手伊瑟农甲布沙南对阵，不过油门都爱拢催落，拍赢才有机会晋级。现在台湾的选手周天成同款黄昏伫 B 组，头一场对阵新加坡的选手陆建佑，双方世界排名是伫第4甲第3。头一局陆建佑是直直用杀球来提分，互周天成是伫被动的局面。就算伊拍拼足分数，尾后还是以15分比21分去互对手摕到头一局的胜利。第二局陆建佑还是依恃强攻的拍法，周天成拼死一直约分数，不过尾手还是去互对手这个网仔前向甲球压落来，摕到赛末点。落尾手周天成去互对手连赢2场，也若刷落来要对阵印尼的选手金廷甲克里斯迪。公司新闻郑伟仁、钟建光编译。因为登去到未来这出电影，姓洪的查甫明星米高福克斯29岁时得到帕金森氏症，伊勇敢面对心魔和疾病，而且佫成立基金会协助做这个疾病研究，希望会当帮助更较侪人。即马伊嘛摕到人道精神奖。It is truly an honor to present the Jean Hersholt Humanitarian Award to my friend Michael J. Fox. 得到帕金森氏症超过20年的米高福克斯，在所有来宾站起来拍鼓的声中，行起哩台顶。虽然脚步无啥在，依然甲好朋友热情的相揽。Because my optimism is fueled by my gratitude, and with gratitude, optimism is sustainable. I can't believe I've been standing here for this long. It's a miracle. Now I definitely can't walk and carry this thing, so I asked Tracy to once again carry the weight. 甲米高福克斯结婚34年的牵手崔西布伦也甲伊揽条条。甲米高福克斯伫咧电视剧结缘，才结婚2年，米高福克斯就被诊断得到帕金森氏症。崔西一直守伫咧身躯边陪伴照顾，而且伊的病情是愈来愈严重。米高福克斯的登到未来是好莱坞辨识度上悬的时光旅行电影，经典的剧情让米高福克斯来到演艺高峰期。不过，伫咧29岁时阵，被宣布得到无法度治疗的帕金森氏症，人生变黑白。I was 29 when I found out I had Parkinson's disease. I soon learned that each patient has their own version of Parkinson's, their own story to tell. 对人生胜利做正称的演员，变做治袂好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米高福克斯经过7年，才有法度面对家己的命运。伫8年了，伊决定要公开病情。来自演艺圈甲亲友的温情鼓励，让伊决定要成立帕金森氏症研究基金会，用家己的影响力，希望会当为这种病带来治疗的希望。A physician, an astronaut. These are people with Parkinson's. 米高福克斯基金会成立22年，募款金额到大票465亿，
一直伫咧资助早期疗法计划，一个赞助相关的临床试验，为帕金森氏症疾病研究建立规模完整的生物样本资料库。It's great for the foundation to get this attention. It's the most august body in the entertainment business. 提到伊个人第一座甲演技无关系小金人，米高福克斯承认是正大礼物。伫咧厝内人甲好朋友的陪伴下得到奖，这位下来过的小巨人讲，伊会继续为家己甲朋友面对面膜。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辑。世界正新式，来看瑞典有新创公司想出农场结合卖场的产销模式。卖场有种菜色，慢慢的直接会当送去大卖场卖。先运送的一抓路，唔但会当减碳，上青的菜拢伫遮。这200公尺宽的运色，也佫有咧成长的菜色。员工将不宜菜色搬到在市区，这个垂直农场。伊的地点正特别，就伫瑞典斯德哥尔摩一间超市内底。超市市场的菜色就是家己种的，为不计到背后一手包办。产地就是卖场，省去运输的时间。每一项菜色收成的时阵，能直接放伫机仔内卖。We're not farmers, we're an ag-tech company. So we have developed a solution for producing food in a hyper-local sense in supermarkets and restaurants and grocery stores. And we are doing it differently from the other ones because we also produce the food all the way from a seed to a fully grown plant inside the supermarket itself. 作为国民瑞典历史成立3年外，以推地农场结合卖场的概念，陆续甲瑞典各地北京超级市场合作，用水性法将不宜菜色种伫农田岩面顶悬，灌溉水加入作物培养液，菜色放伫架仔，未占土地，免用农药肥料，伫温湿度受控制环境之下，确保菜色采收量免烦恼天气无正常无收成。It's a safety for us to have it. You know, we know exactly how much we can produce every day. There's no ups and downs. There's no little to no, impact from the outside world on our production. 这科技农法合作部为不计到采收只需要4礼拜到5礼拜时间，平均1礼拜收成3摆。收的同时，就用装入地啊，行几步路就送去卖场内卖。一包菜色平均是新台币56块，比传统种的生菜沙拉只加出11块，改变过去推出农场，最近菜色珍贵的印象。And this one was pretty cheap, since all prices are really high right now. So that was my choice. 这种精准掌握正时甲产销数字，改变过去看天食饭的良性方式，也开新的销售通路。因大胆有言，这不只是日后的农场产销模式，甚至会加速未来针对伊是其他星球的粮食产制方式。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31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7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1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乡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